就算你平時着住件黐線嘅黑色 T 恤，你都成日喺社交媒體上面發表大鑊嘅聲明，好似你係個暴君或者總統咁。我返屋企嗰陣，我會食紙箱入面嘅即食麵。我嘅辛苦工作每日都令我好攰，而家我喺 Twitter 上邊覺得自己係個女王，但係做唔到佢份工嘅國王。我下令加稅，你一定會變窮。你完全過咗頂，你會落地獄。我連望你都望唔到。你係咪想喺呢個世界消失？你個白痴！佢又踩緊佢架被打爛嘅單車，自言自語同罵外國人。我坐喺一間拉麵連鎖店度，拎住部手機行威，好似我係世界之黃琴。我侮辱緊弱嘅反對派，感覺好似獅子咁。但係我識得嘅只係一碗又污糟又大又油嘅拉麵。我一個人已經好攰，我抬頭望住個高層公寓樓，我上面係冇心嘅百萬富翁，而佢哋下面係冇心冇錢嘅人。喂喂喂，其中一個應該係多啲。喂喂喂，你個冇錢冇心嘅白痴。其中一個應該係多啲。喂喂喂，你個冇錢冇心嘅白痴。